任雅君的歌呀。我觉得这首歌好有个性，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好喜欢。任雅君你应该很熟吧？很熟，就是没有朋友的一群人，所以我们都互相利用。哦，是。莫见我蛋啊！帮你 V， 帮你 V， 做得可哎，做得可啊！做得可，做得可。啊，你可唔得吧？我帮你做。 三姑娘啊，冲啊，心莫开哟，莫冲我的心脏，熬夜打擂台，熬夜向下來。海军啊！哎，有没有改事情？用海军用我变乱了。所以我怀胎10月底，10胞胎。哦，海军恭喜你呢！哦，一直生不下来。孕妇了，对吧？太搞好。哎，我好像也不用这样称就有了。对，大家报告啊嚟啦哈！因为海军哦，去无限重要的事情，发达了，发达了，哈！啊，亚集节目，开始呢，由艾屯。 吉娜共同来为大家来服务，嘿，什么大家多多支持，嘿，多多指教，各位老师。对，我们就是今天开始，好，按照空下来为安样老年大擂台，为安尼客家电视台为大家服务了，吼。好，哎呀，好好来编啊，好编一下，比收视率又行啊好的位。一飞冲天。好，今日迄安那个10强的决定赛，嘿哦，清醒中。10强决定，因为有16三年，所以16三抢跟门票就冲了。 下禮拜要屯6V 砍就得，60V 啊。10強決定賽比賽規則，參賽者嘅分數由雙排到廿排加起來，選出前10強。喺講評分，就由廿排分數嘅高低來做比較。今本嘅評審先生有羅國立先生、齊澤偉先生、齊思飛先生、姚少奇先生。 比賽之前咧講一下評分嘅標準，好嘛？羅國立先生。雖然一隻舞台嘅一個賽制更來更難，難度更來更高，我相信每一位參賽者也就進步也更來更搖嚇。稍後咧，我哋希望看到唔單止係頭擺嘅人咯，我哋希望看到人嘅成長喺那邊，有個進步喺那邊。唱歌本身嘅感通度傳遞俾大家。 有幾多？每一種方法都有可能哈，你只要掌握其中一個，然後好好的把它變成你的想象，你就有可能拿高分。我再一次鼓勵各位參賽者哈，一定要隨着我們的賽制的難度越來越難，你們要越來越進步，才會有很好的成績留下來，好唔好？加油！好，安志先，來，今日正常級嘅比賽 ，TV 有唱到嘅齊石奇客家母親河，來，睇下啦嚇。 沉睡在天光的心怀里，几多仰望客家之体，自松树播有香火来重生，错失天光母亲的年岁。流啊流，流啊流，流出客家眼睛见，流出客家。 马琴，流啊流，流啊流，流出客家田园心，流出客家沧海滨。听讲母亲好，听讲母亲好。
谢天你好。哎呀，母亲你好，好，你好帅哥你好。哎呀，还好叫我帅哥，不是帅哥哈。对，之前那个长老师有标准。帅哥你好啊，你还爱帅哥啊？哦，你懂紧张？我怎么会紧张啦？系啊，进10强啊，要打天6炸。哦，冇聽錯留下來啊，係啊，下禮拜當敵啊，對嘛？係啊，下禮拜都認真衝啊咧。係啊，認真衝。冇做波友講其他潛水朋友衝都冇。就是忘詞還是忘拍之類的。哇，你比我還快你。很開心。哦，迄個唔是強啦，唔是強，其實唔強，做好好嘅創意。沒衝太涼哈。對啊，衝得一條歌有唔較少嘗試的一條歌嘅嘛，係嘛？對啊，較少創啊。做邊度比賽當算蠻練嘅。條擺都衝3個。係啊。條擺全部衝3個。國台語。係。他是有唱嘅，當時有唱流行歌。流行歌他是有衝。但係一條歌學幾久嘅？做了最強啊。最強係學幾耐啊？哦。呢度我做你唱得好嘛？唔係，加上呢度一做得啦，係啊，先生加用耳機安尼彈機，唔好講，迄個是彈到無好彈機，我拿下來。就會變下來，睇住個都看一下。看先生全部含標得的呢，標是含糖得啦。瓜的那種。哦，無啥。無啥嘅原因啊。有啦。好來，唱先生嚟講。羅哥你先生，嘿。哦，最近這個嘢好哈，今日佢打咗幫我試到講，之前嘅前幾十嘅最近這唔見係呢，今日表現較，有講較普通，快咧，可能成個嘅關係也有漲哈。嗰日其實所在有缺點啊，然後講出來，第一哈，從第一個前半年來延綿長長嘅河水，長長了咗個潭源當中哦，此種今日還有其他地方啦哈，有潭源，過年今日高原當硬咧，當咸，到高原當咸，一上高原時節就咸硬，包括長海邊啊，包括第3期嘅田港啊，包括最後一期嘅西海啊，其實高原嘅所在。種此度喺啱腳上嘅嗰種感覺，嚇，今日佢打上可能係本嚟分數一平平嘅啦，唔會講大一，但是有冇穿過，所以你本月嘅呢個見過，你加油嚇，謝謝，謝謝先生。就啲平平咁嘅醫生醫肥酸，差唔多啊，當你多。可以下就啲啦，可以啊，都啲咧。謝謝佢嘅分數。一分數加喺度一吉利啦，88分，哇！表示你要發了哈，恭喜！唔係啦，冇問題，係啊，係好不行多，好行多啊，可能。好啦，最呢個好啦，從第一位，下一位係乜嘢呢？萬元兒無名嘅結果誒。好嘞，彈開啦嚇。
心怡，你好，好，心怡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今天我想要挑战曾雅君的歌啊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好有个性，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好喜欢。哦，他每一首歌都好有个性。对啊，我第一次听到也好喜欢。是曾雅君，你应该很熟吧？很熟，你们都是同是创作人。对，我们就是没有朋友的一群人，所以我们都互相利用。就想说比说一个时间啦，要需要合音啊，或者是什么特别来宾，我们就找互相利用。你们都会互相 cover， 对不对？哎呀，暗后啊，那你们感情应该很好咯。很好啊，还不错。对啊。但对个歌应该懂有了解，懂算係有吧。係。所以家己有创出安尼曾雅君那个密托嘛风格。应该讲曾雅君给的风格，他比较有他自己独树一格的味道，他的唱腔，他其实是很有。你讲跟爵士嗓，它很有爵士嗓那种味道，唔很引有，那个不是人人有。爵士嗓不是你才有。对，我就是卡痰的爵士。边嗓有烟嗓。没有，我觉得你的声音变化多端呢。哦，真的啊，有时候。遇强哦，能强能弱了。就想吃啊，看前一天有没有睡饱，还有没有吃饱，都会不一样。改天如果有那个参赛者会冲牙狗的时间，你再来冲一下，我们大概糖啊。就是电死他，是不是？不要电。就是给他一个建议啦，示范的哈。他一般就某人敢冲啊，懂事了，也可以唱唱我的歌，没关系。对啊，其实你应该也蛮适合的。真的吗？那有点太难了，要练很久。那就不要好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到冠军赛的时候再唱好了。好啦，今日冲到唐时张共鸣。好，来，七十位先生。好，我当喜欢人嘅共鸣，还有你音色，我只有当有特色。你下音色係你下樂團裡邊度最流行。乐坛里面最流行的声音就是你这个声音，你看看艾怡良，对不对？你看看齐娜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这你偷两首歌曲来，弟弟啊，一开始进入10强的时候，你挑这个歌，我是给你很有勇气的分数。今天我就已经先帮你加1分，因为两首歌曲虽然喺安董眼前，真嘅董魔虫，再加上他是曾雅君，还有其他歌曲底部都会。文思啊，当难，因为有流行，又当沉的客家的东西。古时讲，你的嘴型就很重要了。你看你两首歌曲可能也做下些，你喺冇白可能会发，你唱乜嘅音，唱乜嘅詩，都保每都变成 O 的音了，因为你包住了，所以我会彈唔實，有啲較難嘅詩，較冇按接用客家話講出來嘅詩，我就彈唔實。你還有問題哈？還有你剛剛講得當好，你覺得雅君的歌還有他念當有高薪，在這裡看不到你的個性。你還唔得學嘅，聽音，所以人家問聽都冇好。你頭前唱得當好，後邊有一點點你撐不住了。但是你撑不住，你硬要撐的時候，那就表示你練習不夠，還有你沒有辦法 hold 住這首歌。包括你後背啊，譬如講唔敢正面看音嘅，嘅後背小音準你根本都不夠，然後你可能太緊張，你音都沒有上去。只要你的穩定度好了，我覺得你可以超越你自己，加油！对，要上面黑啊，现在很流行，真的，真的。好，来看一下大家分数。万云一个分数。好，90分，东国quân，加油，安子姐，来，回做消息，来，撒下来去买。宋家珍帶來幾種法。哎呦，要條歌磨後糖呢？磨後糖唔係磨。正超方。磨後倉。磨後倉。磨聲音講出新冠點解做嘅法？磨後倉。宋家珍啊，宋家珍嚟創，一天要夾個米頭。係。夾唔去創，來糖。在家鄉，佢哋因為怕將嘅花，因為花，可以來就將人家的你給trả帶走，在天然山崖。
竟然唱到让我们金曲歌后给你欧露，你真的是。哇，郑景聪的青红。哎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比赛里面的歌手，哎，他唱得很好嘞，很好嘞，很好嘞，真的很好。对啊，是啊。不会哦。对，一条歌要模糊冲啊。模糊冲，嘿。哦。因为他前面起伏，前面低音很低诶，你冲大音嘅时间轻稳了。嗯。好，黑吗？好，等他去底嘞。高音还可以飙得起来。对。所以他这个比赛的也是常胜军呐。嘿。看得出来有大将之风。对呀。哎，你最近还对嘛搞个像当客家老师。对，客家歌曲。教一个妹妹。教妹妹。对。哪个妹妹？哪一个妹妹？她叫张纯云，就是也是就是台湾NO.1的，然后。他已经过关，然后他说因为他妈妈也是客家人，所以他也想要来这边比赛。真的吗？对。哇，有心血要加入了。我们节目的水平越来越好了。进国诶，还会冲诶。很像多介绍的会冲国的那节目比赛。好。反正高啊嘞嘛，对吗？对啊，高。还有这奖金不多了，但是至少。奖金不是重点，来这边很好玩了，大家人都很好。真的哈，真的，也没人养熊。对呀，来做说是当做朋友啊，真的。好，按你唱台的那位先生来讲评。是非先生。好，家珍，其实亚叔狗问他的铺陈，前面的铺陈，那希望我觉得你就是你唱国的部分的表情绪的拉动的时候，其实是看不到你的情绪的，你是用技巧在撑。所以呢，你弹起来感情的部分就显得很冷淡，会变得是虽然讲主歌的感觉，他唱的时候他本来就是这样稳稳的唱，可是声音是很敏感的。你记得哈，你出现的嗓音，冲出来的嗓音，你去给他有感情嘛，其实是听得到的，我们感觉得到那个声线的频率的。所以其实用技巧在撑是没有问题，所以你基本分一定拿得到。不过也都 Hellboy 来，我们要听的是更多的感情线，所以我会希望讲，你像这种主歌的铺陈的部分，我已经听到有点冷了。可是你到后面副歌的时候，我又觉得你的情绪段数不够多，一下就冲上去又拉回来，一下又冲上去又拉回来，所以我会吃豆讲，他的情绪的滑润度会显得有一点太直角，太直角了，所以。按你亚述狗，他虽然在一个情境下面在形容，那你要顺着那个情境去调整你的唱法，技巧是很重要，不过你的情绪的频率更重要，所以你要顺着歌词给你的情绪的感觉去带动，你这样你才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。我会发现你会一直在技巧上面玩这首歌，这样你会显得会越玩越无力。那记得了哈，会越玩越无力，因为太多的技巧让你包着，你无法挣脱那个感觉，所以你要回到根本，就会各位情绪在哪里，你要试着去感觉它。好，安子生，谢谢啊，谢谢先生。好，我来看一下改个分数哦。送价值的分数。因为上摆给我们徐世慧老师有讲，比中国有气无力。因为哈，你是这个时间是我。肚子最饿的时候，不管哪个时间都有可能肚子摇啊。肚子随时都摇。你只有那个很饿跟没那么饿的状态。半夜到天光，已无办法将希望的给地方。声音好甜啊，好甜美啊！你有这种声音吗？有啊，应该有。爱有毛吗？那你冲一下有对狗呀？好啊，你冲马开口。哎呀，这样，走点吗？这样好恶心哦！真的吗？送价值的分数。流行组老师是不是比较严格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唱完后咱93分，系啊，因为那个是讲以传统组的标准来讲，也应该98分以上。98分，就会都全部满分了。好了。
恭喜你，恭喜继续加油啊！加油！再介绍多一点朋友来那节目比赛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！回头休息。好了，杀好了。范小琪带来本日讲嘅歌。好嘞，等我啦。晚那2點15分，多好想嘅愛推開門，月光中有心事，找被愛結束。一個身旁都黑日，我心已從夜唔認本人記得，記得打開心門回憶照相，對相機畫面的動意的故事嘅總得了分，雖然愛用一個做模式。我想到今日有個呢假音那個這個真假音的轉換，被不見呢，厲害哦！厲害哦！一條歌對佢來講應該係算係一種新的嘗試哦。新的嘗試。係啊，係，唔是佢，唔是全部兩種嘅歌。可是當嘅故事讓我動感動啊。哦，嘅故事冇想到嘛個？嘅故事就是紀念他的鴨子。鴨子阿門。阿門已經去天堂的阿門寵物鴨。TVB 夾個鴨子下一條歌曲。他寫給他的鴨子。對對。就我幫他想到已經在天堂的親人寵物狗。你有我有養狗有到天堂的狗。不過很多歌曲就是這樣，因為為什麼會感動人家，就是剛好剛好 catch 到，剛好就是對這個頻率連接到你的心情，哎呀，觸動到我，觸動到你，heart，好，觸動呀 ，my heart will go on，break，心碎了。因為崇拜給我徐世慧老師有講佢唱歌有氣無力啊，有氣無力係嘛？係啊，很用白眼。因為每次這個時間是我肚子最餓的時候。哦，係啊，嚇，因為他當5點人，5點空的那啲。不管乜嘅時間都有可能肚是搖啊。是誰？我只有那個很餓跟沒那麼餓的狀態。因為我都是5點下班，5點多吃晚餐，所以這個時候是最餓。哦，就是餓了就沒有力氣，沒有力氣。你還要準備一些東西來吃。我問一下，歌後，唱歌不是要飽吹餓唱嗎？餓了以後不是唱飽，可是要吃一點點啦。還是要吃。對啊，就差不多2個便當，你才有力氣，不能吃太飽。製作單位以後要多訂一點哦，要不然會不夠哦。係啊，我要雙主餐。好，來，那邊請稍的講。有時候提醒啥？蛤蟆老師。蛤蟆老師。秀芝姐哈，今天要先給你掌聲啊！謝謝。因為多了年紀的時候要唱曾雅君的歌哈，他真的很不容易。就我搞一些唱歌技巧，這曾雅君的歌我也不太敢唱。你雖然你很鎮定，在要進副歌之前，給片你有點跑哎，表示你經驗很豐富，對不對哈？但是後面你還是跑掉了。所以整個律動有跑掉，然後有歌詞的部分有一點問題，然後
跌破的部分，还有一个你今天压力太大。虽然讲你这个你的这个表情都很自然，但是你发现从前面到后面鬼障频率都给你压住了。好，高低音、高低频，从头到尾连副歌 B 段全部猛。你已经透过是胸腔压气把声音唱完而已。那在我们10强赛的部分呢，其实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。所以尬是讲，今天没有很好的分数的话，对我来讲，因为唐栋岩上，其实我觉得你是选歌选错了。然后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讲不要去模仿其他的歌手。所以不要误会，你去模仿主唱，我们评审会给你更高的分数。尬是讲你有这个想法，是讲我找到这个我喜欢的歌手，但是我用某种的方式诠释要出国哎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评审哪怕你掉了一点字，掉了一点拍，我们评审愿意再给你加分，把它补回来。好，你还重点用太高的分享，然后呢，秀芝姐继续打拼，继续加油，谢谢。谢谢。以后看分数的嘛，好来看一下。翻手机嘅分数。谢谢老师，又是吉利的数字。好啦，恭喜啦！好，祝你发，一路发一路发。好来，去做休息。什么？杀下来呢？刘永琪带来半夜到天光。好来，弹开啦哈。好甜哦，好甜美哦，很甜美。你有这种声音吗？没有啊，应该有。按有冇吗？慢唱一下，也鬼狗的啊。好啊，唱嘛个歌。用下来唱个伤痕也嘅真嘅。哎呀，这样。走点吗？这样。有冇有冇？好恶心，好恶心啊！真的，配上画面，可能扣的会有女就会打来。转台。不会啦哈，有不一样的味道。
懂。是，没有，佢要唱歌的，其實佢用乜嘅方式來從事抽糖啊？真的那样，抽了很强的，真的，不用客氣啦，这是我最羡慕的声音啊，真的啊，你就是吸个10年油烟就会有一种隔烟嗓，会走餐店没时间，吸很多年。对他早餐，他开早餐店开了10年，为什么会倒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就他边做边吃啊。对啊，请他吃，就跟自己吃垮了。就没了。没有，人家他是改行。哦，改行。真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怎么都知道？你是我粉丝。对啊，你如果再去做早餐，真的就把你这么好的声音埋没掉了，大爽。打爽了，打爽真的，咩唔会啦吼。係啊，跟頭牌帶到南投啊。係啊。南投那邊有客家人。其實我爸爸係苗栗人啊。苗栗。然後我爸爸歲時節俾我公舉家遷移到。國姓鄉係嘛？不是，在那個南投嘅草屯。草屯。草屯有客家人哦。有2個村莊。對，客家莊哦。係啊。哎呦。西番都啲會卡到會講客話，我阿婆會打人哦。真嘅啊！我講客話會係啊！阿楊生會講，互相都打落去啊！係啊，都會講客話啊，都 lost 啲嘛。都打落去。哦，係咩好彩啊？好彩有改種語言，唱有好聲音。改種語言就改種機會嘛，對嗎？真係，哦，唱得好，來當先生的貢獻啊！稍後嚟唱羅格里先生。哦，事先我恭喜Yuki哈，謝謝。總算老人家簽轉來哈。意思是講，人家本地都已經簽嘅，其實也真係我印象中嘅劉宥琪嘛哈。其實包括後邊按照微產都在供養啊。其實你們每一位都是有很好的歌唱天賦，但是呢，簽嘅距離拉大，差距拉大在哪裡？有的人，佢除了展現個人的特色，包括我前面講嘅，不管係歌唱技巧也好，對感情嘅解釋也好，甚至講對一個感通度嘅傳達也好，不管你用哪一方嚟做，人家強項，但是拜託千萬要記得重點係乜嘢？你係唱過穩定度啊，係嘛？我很高興劉宥琪找回自己了，他的穩定力一直是很夠的。那實現出某個狀況，我們就不管啊，也借這個事情。就歌詞忘了帶了，哎呀，他曾經有一次這樣唱一句以後，就一直站在這裡抹窗的嘛。昨天剛播出，哎呦，播出來啊！真的是替他捏了把冷汗了哈。不過還是很高興宥琪回來了哈。所以我把鼓勵和我迷比產追扎，不要忘了基本穩定度，好不好？穩定之後，你再來求你的好，再來展現你可以說服評審的一個部分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好哦，我哋都嚟看大家分數啦。好嘞，幾個分數？來。就是在傳統組來講，就96分的以上的。對啦，好，加油加油！恭喜啊恭喜！好嘞，非常消息。好嘞，殺下來咧。佢本身演好7家。哦，也係羅宇老師個課堂來了。天
遍一遍演好自家，你是人生面对的国家，也从一笔手，还从一快乐。真的迫不及待想赶快上来跟你讲一下，哦，真的很好听，真好。对啊，真的。你刚刚我们汉子老师也说，对啊，好听。而且我看他自己也好享受你自己，今天比较那个放轻松在唱。哎呦，对，平常比较有时候比较紧张一点。对啊，你刚唱的时候，你是有想到什么画面还是什么？这为什么今天可以表现得这么自然？他前面有讲到什么美容啊、月光啊，就想象那个画面那个感觉。你美容人吗？我在高雄。因为我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我也是有去过美容。想到美浓的山光水色啊，有投入这个情感，好山好水，就想象那种好山好水的感觉。对，哎呀，真的今天唱得很好，真的。而且我刚刚我以为他是想到那个黄义祥还是什么，那个黄玉祥啦，逆光飞翔，逆光飞翔，有很多人说吗？明星脸，看到那个电影预告，这个人这不我吗？那么眼熟？我跟他合作过一次，他也是帮我弹琴，然后我唱歌这样子。对啊，我刚看，我其实很早就想讲了。真的，因为我们也有找他合作过《金瓶金秋》，真的偶尔可以当替身一下。真的，就是请他来那个帮我，就是你们要帮他那个带一下队。所以你确定你看得到啊？可以。这几只？本尊。这几只？下次会偷偷跟你们讲，不要让他识货。好。好了，来，那下来那个七十位先生。好，来公平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唱第一句的时候，我就说《罗云》这首歌是写给你的啊，太厉害了！我很喜欢他的音色，我很难得听到除了罗大哥罗时丰以外这么浑厚、很扎实的声音哦。哎呦，我很难得听到这个声音哦。但是他有一个就是，你是不是你有场比赛吗？也不长也不长比赛，因为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，然后再加上现场的 monitor， 因为你可能声音很浑厚，因为你很饱满，但是你麦克风拿太近了，所以你刚刚前面是爆掉的，你知道是爆掉，所以你接下来因为你的音色真的太好听了，你就是那个麦克风使用的方式，你要再研究一下，怎么样让你声音的饱满度不会破表，但是因为已经很舒服了啦，我觉得已经很好，我只是真的想要挑你一些毛病，希望你可以表现得更好。那你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回去看播出哈，哪要一边咽后几感？你2次的咽后几感，你知道你唱的有多好吗？我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下去，好不好？我很期待你下一次的表演，因为毕竟今天大家都第一次见面，我分数都会给的比较像见面礼一样。好了，加油！我期待你之后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好，安尼来看一下你的分数哈。好，批评升嘅分数。哇哦！这个礼蛮大的啊，嘿嘿，不错啊，恭喜哦！啊，要分数要以后啊，加油！谢谢，加油！好 ，OK，回座休息。好来，撒下来。你比带轮多年以后。来，弹个啦。多年以后，我的爱给深夜。你今天也是把你的这个潜能都发挥出来。还是因为你看到你姐妹在这里。莫见我淡淡。哎呦喂，阿基爸这些我你该，我你会，做得可啊，做得可，阿基可唔能帮你帮到。
奇怪，这个棚是怎么搞的哈？对呀，它是音场很好吗？对啊，它是很适合来录制那歌唱比赛节目有没有？因为刚才有台的那个刚刚讲到什么台湾那么旺，还有什么明日之星啊那些歌唱比赛，全部都地下都会的。嘿哦，为什么在这里？唐艺了，清口堂他每一个参赛者都冲到暗火呢。对啊，哈。你今天也是把你的这个潜能都发挥出来。潜能都发挥了。对啊。还是因为你看到你姐妹在这里。妹妹你好，姐姐。好久不见了，姐姐。对啊，好久不见。最近好吗？还不错啦。真的，回家问一下我们爸爸。很亲切啊。对啊。他们比较亲切啊。几模有枪哦，有哈。感觉画面好满。对。更重了。对。好玩好玩。哎呀，条歌诶，世慧老师的歌诶，我真的一开始听，觉得你那个音色啊，那个真感觉真的，还有情感，好有世慧老师的味道啊。嗯，这世慧老师什么时候写的？好像是10年前还是11年前送给自己生日的歌。哦，那就是现在18岁写的，是不是？其实我看18岁的时间，你嘴巴好甜啊！期待他来发恋爱买马，基本上。OK， 其實耶穌歌嘅係我頭一擺唱演安尼客家歌曲創作嘅部分，提擺音筆嘅歌誒。處女座，2009了吧？98年。哎，對，98年，所以就剛好10年前。OK， 好。譬如其實我當叫冇唱耶穌歌嘅哈，大概唱耶穌歌嘅，我就是會把我阿公想一次。哦，每講一次我就會想一次，自己唱也會想一次。到現在目前的比賽來講，其實我們除了你們的技巧之外，就是要聽你們的感情。所以感情的投入，耶穌感情的投入對我來講，因為耶穌歌我很怕，我經常會怕自己唱到會哭，原因是因為我的外公真的很疼我。他是所有的孫子裡面，他是最疼我的，所以我一直會留着那個感覺，所以可能就是投入這首歌的感情的部分的投入感，可能還不太夠，就差這個。在層次感上面啊，所以剛才我還是講層次感的段落，還是訓練多一點會比較好，因為情緒的拉動，很怕的是1、2就直接跳上去了，這種拉動的方法，有時候你沒有控制好。我嚇到你，會嚇到別人。你沒有把人家的情緒牽動好的話，你會嚇到別人。所以本來是一首欣賞的歌，反而你把別人震懾住的就不好了。你自己唱要有畫面之外，還有配上你看到唐東陽嘅上線，有要在畫面嘛？這個才是重點。OK， 好，安子生，什麼欣賞？其實今天選唱這首歌也是有一個特別的原因，是嗎？對，他也是好像有想到，應該有畫面了哈。對啊，親有畫面哈。有，因為當初在選這首歌的時候，就是聽完之後，因為裡面有一句是說，
前世的姻缘，就我爸爸妹黑都我大二的时候过世了。那我刚刚其实有忍住，就是怕会哭，所以我就好好的唱完它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，怎么办？我怕我会哭，因为这首歌我每次唱我唱第一次就是还在练的时候还不知道，就是唱大概在快第10次的时候，我还边骑着边唱，到边哭着回家，就是很难过。情感投入了，真的，好的歌就是这样，会让人家感动。对啊，然后又刚好今天录影的时间是，就是再过2天就是我生日，所以就刚好这首歌，对，有特别选的，谢谢。没想到徐世慧老师在18岁的时候就可以写出这么感动人家的歌，真的。因为被我挂机一个，什么欣赏？好了，欢迎他粉丝了来。未必嘅粉丝。93分，谢谢老师。你应该是没有落词的话，你的分数至少就多3分嘛。对啊，24就多3，96。真的。好吧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回收休息。姐姐，好，妹妹慢慢走，生日快乐。咚，打地桩。咚。好了，杀下来。主评员带来故乡。好啊，来弹看啦。故乡在哪位？江山里海水流，春天开通花，秋天又养花，祈求是爱的故乡。春风吹来桐花谢，秋风吹起杨花落。桐花飞呀飞，其实自来那位家，跌到那位树上边。不管东西也难背，那位上边那位错，前度那位梦故乡。也是我依然，不管东西也难得，那位上天那位错，行运人强为先发，先发轻轻好传说。新娜姐好，你好。你咧讲诗烟的嘛？嘿，讲诗但是伊条歌的唱海陆的，安尼对你来讲应该咩动态挑战吼？嘿，我还去翻那个，我上网查那个客家翻译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去查。哦，对，去听那个发音要怎么咬。某一腔伊咧安尼讲海风嗰度教呐。系啊，爱用客家。某前后腔。现在某朋友啦。说诗啊，那个某前后腔。系啊。不过而家又创到一团加高音的部分的哈，调试做效果啊，做效果，给金友唱的本歌什么？不管东西也难背，不管东西哈，加音儿，不管
啊，发现那个，哎，不管呀，那就做的啊，就这样就不会发现了吗？老师就不知道了。他以为你是做一个电音的效果，有没有？刮碟。真的没想到。哎呀，这招可以学起来。下一次，汉一白，这个就是舞台上的。没了，汉一白会记得歌词啦，记得段落。对啊。好了，来，还是听一下老师的公平。哎，那个彭君哦。真的很可惜呢，因为就你现场表现的那个企图心真的很强。真的，我对高一的分数的，其实我们评审对你的这个声线的表达哈，跟这站上舞台的那一种认同度，其实很够的。那我讲选高一的部分，就是可能你认知上面会有点落差，就是你的发音就这海风哎哈，从头到尾都浮起来了。转唔会高啊！也就是说，你看平常时讲西烟的时候，你讲会风的话，你来唔爽啊，你知道吗？听一点就讲，你一直在 hold 那个旋律有没有 ？hold 不住，然后听一部分就你刚刚有调拍的部分，事实上你马上有接回来，我们没有扣很多分，但是还要重要一点，你的这个海风那部分就后面那一段桥段，pitch 是不准的。哦，黄军，尬视光没有很好的成绩，我非常欢迎你在我们下一季哈可以继续回来，因为我觉得就下一次啦，下一次我说我自己啦，我说假如没有机会入围的话，我欢迎你，希望你也继续回来一起打拼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什么谢谢啊？对啊，刚刚又真的这个突扯，不要说我们听的，林老师应该也都很清楚了哈，这一定都会扣分了啊，自己真的要小心一点，好吧？来看一下分数啊，主评的分数。再加1分，你就91了，对吧？对呀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很怕啦。好了，下次注意哦。好，谢谢。加油！好了，回到休息。好，哎，也都安尼紧张出击的10强决天赛啦，哦，真紧很紧张哦，安尼真紧张。哎呀，不是紧张啦，哎，讲到传统组，传统歌曲有涉猎过嘛？传统歌曲较少，不过头摆有听阿公啊，阿公啊，为爱现的，叫要冲山歌。哎呦，嘿，不过计量是很清晰啦，计量是嘿啊，佮差不多去苏州卖鸭蛋20几年。青球没有接触到，嘿啊。冇识过主用，没有看过主的行路嘛，对吧？佢應該會衝掉嘅吧？衝掉哦，你一絲絲的啦，一絲絲的就來下，啊，也來下，安緊張嘅視察先生嘅木主見啊，白健康定流行歌曲啊，唱到暗河，係啊，暗美人，嘅客家嘅傳統嘅傳統哦，冇做可以唱我們的 opening 嗎？没诚意，没做对啦，没做对啦哈，我吃糖一下啦哈。三个两那唱啊，心我可以哟。哎呦，做对冇欣赏。来可以读，唔係，来可以读分數。哦，係好。以後學較多條嘅，係冇安尼是怎麼點啊？一條。哦，漢語版，嗰個學超下先生嘅歌。對，一條先生全部專業嘅，叫我啊，做主持人那個。排誰？漢語版在 Q 我。啊，你慢慢嚟學啊你。好，冇問題。哦，好嚟啊！比賽之前嚟介紹下你評審先生。李秋霞先生、常永天先生、羅盈盈先生、蔡皮坤先生。啊，先生介紹嘅，我唱一下你李秋霞先生，講一下評分嘅規則啦。啊，強調你周潤、你行軍、牛師，哦，講你發聲哦，還有你四季八節啊，特別注意，啊最主要唔記得你歌詞啊，冇顛撲啊，有糖多，啲冇，加油啊！好，加油！啊，謝謝啦哈。謝謝先生。好，大家也談清楚啦哈。按照馬上就進行競標比賽咯。好嘛哈。來，有請 TVB 參賽朋友。功能機嘅3個字。來，彈開啦哈。
酒来心头天啊，江山路流河水呀，来做伴啊。哎呦嘿，阿弟吧，我你该，我你不一，我以為做得可誒，做得可啊，哎，做得可啊，做得可，啊，結果你把我幫到，你雜邊對吧？雜邊，唔會啦，唔會啊，唔會啊，唔係，我會省力一點。真的你雜到，係啊，當然，要讓哎呀，我雜啊吼，上癮吸佢呢，係啊，上癮佢要揪出來啊，真係氣出嚟啊，係啊，冇比雜可能好嘛？需要嗎？他這個上網出來，做得本來濟下。開玩笑啊！哦，啊，基本嘅呢，哦，歌詞啊都冇跌退啦，嗬。冇。嗬，誒，阿姨有信心啦，嗬。有有信心，冇問題就得啦。誒，係。各種問題就問題啊。各種問題就問題。係啊，心情就是有心情，問題沒問題跟問題哦。有自信啦，嗬。啊有啦，嗬，有，按照了唐先生的講法，好嘛？小夏先生。係。哎，有自信最好。係。做乜嘅事情對自己都要有自信哈。安尼年紀向你上人以後啦，吼，人家講過以後，好把玩冇玩。你講好把就玩咯，玩唔係玩啦，玩，提着玩字上。好把就玩咯。還有水面行船的時，人家吼，你寫這個在這個壯士音吼，你就輕口寫，變人講你壯士，人家就寫這壯士音呢，你就做運方面，你就將人減少乜嘅東西，將人人家冇加啦，即係當作談冇嘅味道出來。冇簡單係，冇簡單唔係冇簡單，簡單，冇簡咯，唔係簡啦。冇見咯，見識啦，簡單啦，山歌見唱啦，你咪窮人嗬，還有長山綠水，當然硬唱咪講做唔得啦，所以我你後輩記得你頭前陣你戲，因為你上當好啊，你頭前你戲中睇有後輩人家個來做盤呢時間的盤是感覺唔知，你戲就比較還不足。所以呢方面，我希望你能夠加強嗬，希望你咁樣能夠順利過關啦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姐，來，看一下這個分數，好嘛？好。講年幾個分數？偷笑了在哪？我現在一講，這個上面貼書，講真，我唱歌嘅人多唔多？你個是冇貼色的吧？冇好。像你就很特殊了，長得也特殊，真點黑，就是很有存在感。看評，哎呀，他又 Q 我了，他又自己 Q 了。講年幾個分數？91分咧，你雙百多分，你記得嗎？93，安尼加起來一多分，91.5，加起來185分，185啊！哦，安尼你記得人家分數哈，因為他加起來同人家所有參賽朋友強啊比較啦，哈，係啊，哈，安子姐，好，先專業別當錯，好，專業別當錯，好了，殺好了，我們殺了，了以前的平板，好了，彈款啊。
对啊对啊，董事年啊，董事年，太不强，对啊，太不强对。哇，董事年就全部董会唱歌哈，嘿啊。你有相互有两个半年。安尼，有变剪的了，剪的。哎哦，这春节家留下来啊。你春系介呢？按强啊！你看个加个麦克风拿按键，个声音还按强按好听。冇，我今边要拿拳呢。要加拳哦，要加拳哦。咁高吓？中央嘛？中央要加演的。啊，你下次不要攞拿。做唔到，都冇拿個麥克風聲。係啊，幾好嚟，係啊。誒，佢唔單止吼，係啊，歌會唱到好。好。誒。佢還有素衣呢，素衣我哋中國節唱，唔知啲嚇，我有看資料，我們有看天生我哋粉絲呢，是啊，有，係啊，有粉絲嘅，從西班牙嗰邊，你千兩個，咩要見邊要單日嘅呢？要帶來，要帶來，你按做好產品，這最近做的，哦，最近，你還有嘛個？形狀嗎？的嗎？不是，這個叫做盤腸，啊，這個是兩個花結，這個是紐扣結，對。跟那好嘅機會，上做得差不多啊。會做幾機會？你啊哈，做你會鬼將撞牆呢？啊，我鬼撞牆，會你這邊拉，你視察是都鬼撞牆，我知道呢。這個也會哦，這也會啊。你拉這邊。拉這邊，怎麼拉都拉不出來。哎呦，然後你就全部拆掉，再重新做。你就去廁所拉一下就拉出來了。你講什麼？講拉我幹嘛想講冇乜嘅事情啊？啊就閒哦，是誒。就嚟做一下呀。閒嘅時間。誒，好去講，誒，天路潛看看。有天路前講按多東西本來嗬，學都唔得上點啊？哦，你係上禮拜有啲嘅你來多時候要數到2隻係唔送嘅嘛？係啊。係啊。哦。哎呀，我掉到牙骨卡腹糖蛋黃嘅。係啊。1號，當個禮拜1號。你要假齒過嘛？有呢。有啊。冇。好。我切假齒哦。對。切假齒哦，你切假齒，切假副醫。安子生。你也可以主持人一唱攏忙要送到嘛，因為你新的來啊。我新的。哎呦，你送本來。你個接送好啦。是麼？我們掛在牙不卡嘅。掉到我房間好了。房間。他冇行走。我知道你都掉到你。當耳環是不是？那周的一個新的時尚。我研究開啦，就適合大。你看有薑嗎？哎呦，有薑有薑啊，正經做的。真的。有嗎？有薑嗎？有哈。好適合，可能只有我可以帶。是嗎你？安子這樣子啊，委主我呀，帶點過來。看評審呢。哎呦，他會 Q 我們了。標準出來，自己 Q。標手指哈，加個染色真件清好。哦。佢創嘅一個山歌哈，很多亮土油啦。佢今日創嘅平板哈，佢自家還有一體數嘅嘅那個個人嘅風格啦哈。原則上講，當然歸下來講，談到青好談青春。當然假設我講佢那度有卡冇嗬。山歌唔係靠秀才，天意機還有好嘅山歌唱出來。一兩隻山歌佢唱嘅嘅處理方法就冇乜嘅一樣樣嘅。佢天隻唱山歌嘅就牛師嚟講，天隻係有爭嘅，到天意隻嘅山歌，嗰隻山師就有時咧係有時咧較冇爭，係咪你啊老較注意到嘅嚇？嗰個佢兩隻嘅人呢，咁樣天機嘅佢嘅唱出來，嗰隻出世到個來世嘅嚇，佢唱出一體數嘅人嘅唱法，佢嘅專業嘛，專業以後，相對性佢前面佢嘅論述來，佢係同樣用安尼嘅方式，但是出老順，有兩隻音冇同樣，出。入生字，喺世上順冇講
伊穷样安尼做，唔要讲做唔嚟做得，但是2-3都顺的时间，伊安尼做咯，就会有一丝丝的对熬丝来讲，糖度就较无按好。还摆从我讲施张强演的时间，就必须要伊考虑一下。规下来讲，我还非常肯定伊个评判。加油！安子生，非常清楚哈。厉害，但是知影讲，夹个上个铁树啊，讲真，我唱歌的人当多，你家是无特色的吧，无好。系啊，系啊，你们分辨唔出来啊，就当会唱，但是无特色就是会看冇本人注意到，没有抓到你的耳朵。对对对对，像你就很特殊啦，长得也特殊，对不对？正经黑，就是很有存在感。看评啊，他又 Q 我了，他又自己 Q 了。廖一请个分数。哇，冇问题啊，就算我应该是强里面的。哎呀，这家己个按国分，所以夹分数嘞。我哋本来都不成安尼嘛。哦，对啊，看到会主持的，哎呀，正经的哈。罗拉，峰哥，罗拉小姐，好，好了，杀下来。鲁小姐，搬伞有龙职业。哎呦，嘿，手挑歌叫好听来。以后去游览哈，有机会的时间就会去啦。啊，最近去哪了哈？昨去庄家街转来。庄家街嘛。中国。湖南嗰邊。哦。台灣都冇去跳嘅，不到中國去。因為太大去講，中國咧個莊家街風景世界有名啊。對。佢當到嘅表現實景個啲河流啊，啲個河壩，佢一場佢就咧，比如說即印尼老行乜個狐仙秀，乜個秀青雕，唔可能唔要講不虛此行。對啦。冇人生咪做開眼界啊！係啊，看到哎呦，泰山泰水，對啊。其實中國睇到很動江嘅地方，唔單止講張家界，張家界人同講嘅阿凡達係嘛？係阿凡達取景嘅地方。哦，係哦，係個玉江。哦，天堂，佢一見是青江，江都會看到當舒服啊！你講當松上看到嗰個地方，轉來台灣空氣一看到哇，漲跳到咧。台灣空氣比大陸還好啦。較好啦，好多誒。你無去個張這個片吼，你看到佢嗰邊風景，吼，個空氣吼幾好啊。
哦，啊，恁办一太六迄落。哎呀，做得啦，不也是的，做得办高音。啊，上次去过也就低啦。啊，他一般有一批落去看看呐。台湾其实动好动奖的地方，其实冇去过咧。有场时，你看那个看见台湾，哇！你其实你看那个影片，其实嘉明湖啊，哇，台湾其实很多地方也是很漂亮的。没做去老了，钱流都台湾发，好不？台湾没有发，台湾没有发，都有前天都应该个发。好啦，来唐先生的公平。罗英先生。好舞台在今日唱咧歌曲唱舞台在按唱吼，是但唱老咧歌唱出来听，我感觉还少一点点故事嘅感觉，好就应该上日嘛吼，杨班老嘅时常都当年，好，比如弯弯曲曲，好一层又一层，你按样应该杨班老咧歌曲最简单来讲，你台上写上阿拉去分清楚，不过像舞台在应该上有其他嘅特色，我相信做得唱出嚟一首歌曲嘅故事，冇台词上讲，伊来冇乜问题，吼，正经来讲最明显嘅就係第一團吼，你從路唔平，你一片就唱到當好，我感覺當入嚟路唔平嘅感覺就唱出來，咁講呢度第二團大拍行，你到大事，強用係個人因為上日下輕。係咪？你緊張，嗬，上人嘅表現冇留佢表現出來，嗬，各自嘅意見就當明顯冇強用咧，係，希望俾你參考。好，謝謝，什麼先生？大家分數啦，嗬。好，盧小姐嘅分數。分數算已好啦，算已好，應該留到10強以內冇乜問題，冇乜問題就應該係。好，其他其他分數冇好，唔知這裡，加油！加油，是冇。好啦，三號啦。差文書嘅帶來嘅老山歌，來彈過啦。家文化，愛發揚啦，希望。强颜呐，到处闯啦，传声救强。18条八节啦，源流长啦。慢速太过好，恭喜主持人好。你好，你
见面了。对啊，他个对你的印象一定懂真结了。装扮的很帅啊，你知道吗？送一百海鲜嘅时间有多多。哦，上礼拜你评审啊。嘿，唔系评审，系主持人呐。你去海鲜啊？海鲜。你做乜？你压啲比赛的意思去海鲜的嘛？充电的电啊，变的电啊。以备不时之需，真的。哦，佢上礼拜93分。93分，请过分。但是还不赢 PK 的，你知道吗？真嘅。所以个主导嘅前面吼，系啊，主导佢嘅强势冇办法。系啊，冇办法。系啊，晕啊吼。感谢啊，先生本来也机会本来转来再创一百。再转来变，但是一开始万一今日万一人来讲，万一今日冇过，反正唔惊你。还有海鲜的嘛？海鲜已经过了哈。一个月做了变了，平常心了，平常心了，一定会过了哈。我有信心。但是先谈先生的公平，好，下一个先生。来，今日车太哥带来係樂山歌哈。其實吼，你車太哥上講，坦白講，也上也真好，哈。至於你本身的韻味也做得真正，但是你今日唱樂山歌，也就講你注意下，就會強歌小心，強歌小心呀，變得一集一集嘅詩都會多，好，比如講客家文化，唔是客家文化，好，同佢唱順順的歌都做得，還有一個愛發揚嘅嘅美韻嗬，做得再加強地位。其他嘞就多年多希望，希望長遠多出場嘅希望嘅時間，尚有多少一些嘅人啦。就安尼參考上頭白講，必差鹽，嚇，卡比亞鹽，應該有鹽嘛，嚇，就係其他鹽，嚇，佢就要注意些咧，佢自家嚇，在你唱歌嘅時間，佢上嘅運用嘅時間，就要多注意下。其他來講，都要傳承9腔18調，嚇，佢情形，留4季8節一道係有意思咧，其他鹽出來。也自家就要注意下自家衫，其他嚟講，做嚟講很圓啦嚇，自家係呢加油嚇，加油！好，而且民俗嘅風俗。上班叫你衫，哎呀叫你是，哎呦幾飛。進步了，進步了。海鮮嘅假意嘅，係啊，正經啊。上聽到，好，恭喜哦，冇問題啦哈。恭喜！來，現在別當成完就這樣子。哇，其實興奮啊！真高分。對，來，殺下來。做新聞帶來平板。來，躺啦。你上禮拜得到幾多分嘛？
95分，95分韩本人干掉，哦，真95分韩本人干掉，真的啊，干掉那个人好朋友呀，好朋友，姐妹相残呀，还有上行吗？有啊，有啊，还有共发啦，就是没看到人。干到都干掉也无上行的。对啦。所以一摆95分，其实加个分数有太多个目标啦。所以是讲按好的声音，只是因为上摆个 PK 赛。运气无好，对啊，拄到伊个较强的强势都不应该呢。安尼好朋友。哎呀，现场都继续比才转来。好，好啦，按今日也创到以后，但是唔对分数，我们先谈公平，谈一下欣赏，手下欣赏。好来。啊，那兴奋的son吼，无法讲，朗调吼，音质非常的好。那音准咧唱得以后啦吼，不过还有吉他师还强要注意啦吼，安尼就当等人闹。康声音，喏，你体育机来个脑退吼，你啊，体育上脑退的退声，脑退了，退啦，脑退了，你加只装饰就你好，摆好学堂，往这来点，迄个讲你的意见啦吼。第三句，客家民谣客家话要么讲，客家民谣，俺家要么唱，唔记得咧，客家民谣。做了客家，客家民谣，你念的时间是先念章，唱的时候就唱不出来。所以今日呢，你讲的你的兴奋的声，朗调润好，所以就讲啊，讲吉他师老师要加油，我相信以下会嘅分数会更加好，加油！嘿，你主要是你啲感亂，啊，你感乜嘅東西？最認同人。冇咁困到啊！啲公平一感動嘅感動。我去按拳啦，大哥，啊每次我去按拳，看有個重嘅，所以我就都唔敢看佢哋。怕了，我最重。聽過我特別知道，我英語要按錯，人要按太雜。你講先啊，重嘅話，夾個幾多夾旁邊依？兩過來啊！以後我每次講評你就過來。好，按永坤可以交做對冇？羽毛要抽毛要抽毛，哦，真件原來免假結社，差很多，在你的旁邊都變渺小了。顯瘦，大家都喜歡在我旁邊。哎呀，來，看一下分數，數幸福嘅分數。哦，清高分96分呢。上禮拜有92，也俾96，化解了191分。191。好，對，哇，恭喜！冇問題啦，一十強以內啦。係啊，冇問題，加油！因為今日希望我去參加朋友啊，兩個強下做的進入到6強。哎呀，最後啊，也係個方向目標，就有連續劇的感覺。對，姐妹相殘，太多好朋友。什麼？好，準備到錯，好，嚟撒下來呢。劉秀蓮帶來落山歌。好嚟，彈卡啦。多一了一金呐。甲狀腺亢進會影響到聲音，會身體會不自覺。整個內分泌失調，有點你就會變醜。那時候，那你希望？我希望可以健康一點的。
树让啊，唱心开呐。新年祝贺！呀，不紧张呀。我有。喊杯啊，你比安多摆，麦克风拿来用。迄个按有按奖，还有记者的，冲过呀，全身金光闪闪，还有按他一个钻石的啾啾。谢谢。因为佢讲佢特别来吼，本来啲山歌班咧练到好些好些，木卡西神的时间哦，冲到去台上啊，噜啦啦噜啦，冲到东河奇怪，奇怪诶。嘿，因为我特别从去到舞台，当一比赛佢都紧张，就是啊。啊，来到了超开始莫强要。系咪啊？有怪东怪西，怪东怪西啊，人踢踢人啊，有呀。如果讲正经人咧本呢，有上时人去踢人，声音会走踢要紧张嘅事情。我家长想讲唱高儿哈，金曲歌吼，应该对唱歌来讲，应该冇问题上操啊。唔过我老年颠倒啦，就是讲有上时人紧张会冲，就是中颠倒哦，颠倒，哎，颠倒，疯子啊，颠倒，颠倒啦吼，就是讲。紧张的时间有啥有啲人会紧唱歌紧洗上啊，迄紧来紧太上。哦，跟能量都引发出来了，就紧张的时候就越来越大声。哦呀，那真的很棒啊！哎，算是比较好啦。对啊，不是紧张，讲真紧。哎，其实唱歌是像十番淋水啊，像十番淋水啦。莫上中毒，就是讲变变成。哎呀，就像你就在洗澡的时节冲就好了。在现场讲浪掉。哦，哎呀，哦。安尼要注意哦，下一摆尤其为了创的时间就好好的创去。可能今日要创到同好啊，唔是讲。好，你先唐先生来讲俾，我来嘅。高中先生。刘少志今日创遐个老山歌，基本上来讲，佢喊你想穿来有顺啦。有顺啦，吼。当然江山有啦。唱得出来啊？唱得出。哦，这个多吼。啊，伊有咧比较较麻烦咧吼，自己创咧所有诶佢牵有咧素材吼，有味吼，全部诶比啊个安尼乐吹吼，个音较高一些咧，你也佢喺咪叫佢注意，啊规下佢咬字个方面注意吼，就其中有一只词可以注意，高往高向。熱態隊嘅就係意思。熱態隊，梗係唱到係唱到熱態隊。係啦，喺咪一定要注意下，就應該唱嘅唔係前台問題啦，唱歌嘅前度加油。啊！細個問題點點，誒唔是強，誒來看下佢嘅分數。好，6修煉嘅分數。你上禮拜多少？93。180升，有較緊張對喎。你試啦，唔怕。唔怕，你報復後輩唱到唔好。大排都係咁。都費事嘛。什麼？後輩係將係亮 V 嗬，係啊，係叫啊亮 V 好好唱。好好唱嚇，加油！好嚟沙下嚟。總秀峰帶來三個字。嚟聽下啦。山歌了傳來唱啊，都已了金呐，歌詞強了雲呐，求變了心呐。
好，徐凤记后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你好。来，小哥来乍看一下，哎呦，有蔡琴，对，歌坛大姐大，有唱有唱，多多也一粒子啊，你。系啊，没人会唱歌。系咪？唱到也好啊。系啊。人生都是戏。演不完的戏。这样有吗？哎呦，身体模糊呀。哦。糖果输会惨啊。嗰首講去年啊，拄好吼發燒，就被退燒了後就重感冒冇去插機啊。去年的事情呢，壓在你講。可以啦，你一講啱分享，你注意講冇燒可以就感冒啦。哦，正經，啊就發燒嘛，退燒了後就重感冒去，又冇插機啦，比自然好，結果。唔可以好啊！最後吼，人人都出來去比賽啊！喺麥克風啊，人又唔低，人又平咧。喺麥克風去抽牙齒啊！跟主持人講，不要緊張，不是我緊張，實在是很不自主，控制不住。就是你有那種帕金氏症的那種前兆，係嘛？我查的呢，但是後來去檢查過後就講甲狀腺亢進，後外面啲講甲狀腺亢進有暗陽瘡啊，吼。即使他講話也會發抖，啊，全身會發抖。所以甲狀腺亢進會影響到聲音，會身體會不自覺。整個內分泌失調，有流飲就會變稠。那時候，那你希望？我希望可以健康一點的稠，偏紅。跟家有較好。現在有比較好，有固定是要的啦，有固定的這個有小可調整。所以可能是一千呢。醫師用給呼籲所有觀眾朋友啦，係啊，平常時候注意。真的是不要小看一個小小的感冒啦，對，邊孔輕身體要顧好了，唐醫生的話啦，好好顧好自己身體。但運動很重要。運動對，真的。來當你都有運動。看唔出來呢。來追，當你都運動，輕點。對了，其實唱歌啊是這個健康的第一名呢。對啊，因為就是要維持我們的長壽第一名的方式就是唱歌。有他們就是去 KTV 唱歌啊。就不管你。還說要腳跟肩同寬那種。哦，真的嗎？對啊。就是唱歌，但是你不能包含在裡面吃東西，你就單槍衝過啊，重的是東西。對啊，冇辦法，遇到 KTV 嘅同時按模式嘅模式有冇同嘅啲？好啦，嚟唱題唐先生嚟告別。好，林先生，狀態在嗰邊唱嘅三個字吼，其實我感覺。你講嘅咧為轉嘅問題哦，我感覺用在唱歌當歌見來見好咧，根本你唱嘅建議就係你個提議嘅求變形嘅變，好，了解是上入下輕一啲啲咧，係講你個後上音上唱嘅上去吼，咧求變形嘅變運動也愛強用按詞言。其他值得鼓勵，韓國值得講嘅，你記唔記得颱風東河？嚇，施峰先生。好，陳子升，施峰先生。可以下嘅分數。好，總修峰嘅分數。施峰先生。哦，清高分。送你一個。就是冇問題啦，先同恭喜哈，係啊，恭喜，各怪冇問題，嚟，所以別當錯，就這樣，好嚟撒下來。唐水峰帶來，你也有請。好嚟，唐過來嚇。
人来哟，你盼永见呐，呀盼见呐，你也呐，你来呐，也有啊，进来哟。恭喜春游啊，高谈进啊，高谈呐，神游呐。八九啊，自来哟，高乱天下不太平啊。你好，大家好哦，大家好你起多呀就照亮了我们大家哈。对啊对啊，光芒万丈。真的，一條野有錢一條歌呀！我一開始做嘅安尼節目時節咯，我就聽到嘅顧福光先生，我係對有印象哈。有，可能較冇印象，安尼第一屆腦熱打擂台第一屆20冠嘅衛冕得主，哇！顧福光先生，啊咩強樣？照亮大家，照亮大家。但是用佢會唱歌係嘛？叫低魔嘅。哦。搖低魔嘅叫低魔嘅。搖低魔嘅嗬。本來望低魔嘅添。唔怕用好啦，講。講，較講量嚇。較講量。睇下香煙就多啊。香煙就多。而家當流行嘅。啊，今日創一條歌嘅上演那個榜上面同顧福光先生嘅動唱，哇太鹹嘅咯。係啊，嘹亮，真嘹亮。對，唱唔用，唱歌咩唱？太講係嘛嘅？太講係大港，太講。好，一度聽一個太講嘅先生用嘅講片啦，好嘛？好，來，呢位。有請車啟國先生。好，我哋隨風歌哈，佢會帶來一個熱友情。其實一首歌曲，我相信在客家山歌界啊，一小條西南人寫嘅歌最多嘅，睇下就會有一個熱友情。所以一般普遍人，我唱一種歌，希望人講唱個太鹹地位，較有力地位一種。但是最重要呢，就要注意一個咬字嘅。雖然好聽係好聽，你看，就像我那個隨風歌佢家唱嘅，盤古開天都以金，金是係按照閉口音，都以金呐，金，你係金呐，金。哦，變金。所以一到位。當隊冇注意到，因為個一歌本來就當輕鬆唱，當好唱，就冇注意到佢嘅小細節，所以劍必口音，人叫劍，都以劍，還有嘅一個一攀陽嘅一攀鹽，同樣咩講必口音，一鹽一定要注意到啦。其他來講唔見咩來唱嘅歌呀，做嚟講唱得清順啦，講其他咬字，我也唔敢講，一聽。咬到千生一，但是我要講過，一個鹽到劍，一個閉口音一定要注意。好，再加油嚇！加油！什麼意思啊？雙語批到93。因為一條歌對佢嚟講，佢十足有把握。因為接唱啊。係，從頭唱就上嚟。一條歌可能分數會較高。看一下分數。來，彭水峰嘅分數。
95，今日95，嘿，安尼加起来188分，88分，应该没问题。唐奕伦很吉利耶，188一路发。哦，好了，先同恭喜哈，恭喜，再别当红错。哦，下礼拜，下礼拜，还有下礼拜还有8位，哦，还有8位，B 梯以後向同大家公布，多帶那10強留下來，那6位本人裁剔，安尼，好嘛？哦，下一集就知道了。係考中國嘅朋友們當多，係當多，同嘅呢報名專線咯，同大家報，人96667人，人6人，還有傳真電話嘅，人227478231。好，等大家嚟報名啦，哈，等你嚟報名哦。哎呦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因為呢，還沒有多謝安尼辛苦嘅評審緊張哈。石門先生，謝謝大家，謝謝。石門陳帥長，哎呦，謝謝大家，謝謝。還有你的小康老師，什麼？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謝謝。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，謝謝大家。謝謝大家。我們記得咯，下禮拜9到10點的時間呢，農業大擂台，農業強下來，拜拜。